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嘉义货币交易平台 JPEX 互人检举违法诈骗60亿，有受害者去告大冤情，警方嘛甲其中2个干部申请羁押。今年有143件传销诈骗，有民众互骗走9000万。立委是呼吁公平会对爱详细调查，避免民众搁互骗去。全球顶个月高温拍破历史纪录，今年会当讲是有史以来上热的一冬。学者认为，接落来几个月可能有更较侪天灾。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最近网络咧传一段影片，是中华有一领黄色的号码浮伫空中，伫雾里飞来飞去，搁会家己过车道，造成民众的惊吓。后来警方去查，发现是一个姓曾的查甫人，伊为着好耍，伫号码内底灌空气，害人误会。即马是互依照违反社会特殊危害法移送法办。黄色雨伞浮伫咧空中，也搁伫咧路的设计。网络最近流传这段影片，指出这个月6号深夜，彰化县溪州乡中山路一带发生灵异事件。警方调查发现，当地一名40岁精神男子，案发迄当时曾经伫咧附近，而且操纵浮伫咧空中的雨伞。通知到案说明了后，承认犯案，供称手法是使用氢气助力风八的雨伞，单纯是为着好耍。他供称呢，他是将黄色的鱼的头、手还有下摆的部分，利用双面胶将它密封以后，注入氢气，然后把它漂浮在空中。雨伞浮伫咧空中的影片，经过媒体报道了后，引起了热议。警方一度研判是边仔工地放电动机手，去高速车辆带往路中。有议员更加要求警方3工日来破案。报道分局伫咧过日上百基的路口监视器甲行车记录器影像了后，总算接获线索，宣布破案。涉案的精神男子家属是代表向社会致歉。我这若是事实，伊做的，我做是大人，我会代表，会使代表伊向咱社会负一个责任，以后这种代志袂搁发生。这阮会严格。警方强调，曾男的行为已经造成民众惊吓，危害他人安全，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移送中华地方法院检疫庭裁处。不过，法界人士认为，也有讨论的空间。其实这件事情，要不是说因为媒体有一直持续报道，人家才会去重视，否则像一般这种状况来讲，警方根本不会去介入调查这件事情。像这种只是很单纯的恶作剧，而且当时是晚上，其实也没有什么行人呐。那你说社会秩序维护法，我不觉得还有扰乱到什么安宁，也不足以惊吓到别人。精神男子会面临3工以下的拘留，也有3万块以下的罚款。警方表示会持续来调查曾男确实的犯案动机甲氢气的来源。记者中华报道。香港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JPEX 互人检举无登记执照、违法经营，佮涉嫌诈骗60亿。有台湾的受害者都去告代言人，也就是艺人陈零九。陈零九即阵可能会为证人的身份变做被告。按照检方嘛去敲 JPEX 约谈4个高层，其中2个干部是互申请羁押。我想对陈零九说的吗？对问题无回应，在调查局陪伴之下进入地检署，这查甫人假借骗子风波，伊就是 JPEX 台湾首席合作人张东英。对，谢谢大家关心。检方特别发动搜查，在台湾4个高层全部被带回约谈。经过核实了后，张东英甲公司师傅遭到刑恶并件，涉劳业务5万块交保，剩余定制负责人无报请回。JPEX 公司合法提供交易平台，买卖真一种加密货币。即马标出无照经营，搁伫台港2地涉嫌违法招人投资，骗数10亿。艺人陈零九不作为代言人，也遭到传唤。2个礼拜前就去调查局，还有地检署去配合，用证人的身份去配合说明这整个事件。虽然陈零九目前无立被告，按过传出有被害者已经对伊提出告诉。检方表示，若是受案了后，就会将陈零九为证人转作被告身份。那目前09的工作跟演唱会都正常进行中。那我们也会持续配合检警的调查，那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尽快水落石出。JPEX 牵涉违法骗钱，风暴愈加愈大。检方目前将专案调向违反银行法者的方向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有一个民众砸现金100外万去邮局讲要汇钱，不过这邮局的人无当面确认纸票的数量，尾手点点的甲讲减一捆10万块。这民众报警查点到调监视器，才发现这邮局的人家己脱车，家己落去涂骹，这金额才会点袂对档。汇钱的时阵，若发现钱有减，正常人拢想要赶紧厘清状况。但高雄凤山一间邮局煞态度消极，引起争议。10月3日下晡，一个准备要买车的民众摕现金138万2000块去邮局汇款，但行员无伫民众面头前确认数目，直接去后壁点钱，想袂到点煞竟然减10万块。于当日16时50分许前往邮局汇款时，因点钞后的现金数额有误，因此希望警方协助陪同前往邮局调阅监视器。由于该时段也是邮局下班时段，因此警方不于隔日派人前往邮局厘清。10万块毋是小数目，汇款民众当场就要求调监视器，行员甲邮局煞态度消极，表示要报警才会使调。去甲民众只好报警，隔天调监视器，竟发现规沓10万块是行员无细意落伫涂骹，搁踢入去桌下下骹。警方有来调阅。整个过程是没有故意的情况，这个部分是我们确实有疏失，因为如果说有10万块有这样的一个争议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可以依规定可以马上调阅录影带来进行查证。邮局会室咧表示，照规定，行员应该先当面点钱，调邮局监视器嘛无需要先报警。可能是行员9月底才缴完语音才回来，对业务流程无够熟，毋是调工的。已经对行员甲相关主管发函纠正，嘛会列入考查，希望莫阁有同款的代志发生，引起误会。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来关心明年的总统大选剩65天。高安局为着要保护总统的候选人，就组织队维安警员安慰配合。今仔日举办成军的仪式，要展现220个维安警员的训练成果。当做一个手完成，压制敌人，维安警员2个人一组的演训。军术、太极拢精通，现场嘛有女性维安警员展现训练的成果。高安局特勤指挥中心主要负责安慰配合维安任务，负责总统甲副总统候选人的安全。西到举行结业甲成军典礼，重点是验收战机演训，包括各种的军法，行路随后模拟情景。考虑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伫其他路宣告遇害，高安局特别演训总统候选人握手拜票，拄着枪击。现场随后随诱开轰大公事包，形成安全网，保护候选人。这是只许成功不容失败的任务。在任务期间，我们全体工作同仁特应严守纪律要求，注意保密工作。安慰配合这届编组规模采3+1组，人力是220人，其中女性有16个。这些维安人员拢是为国防部警政署特勤编组单位推荐优秀的军警人员，考核品质、体能、甲勤务专业等等的项目，才当加做独臂人员。经过18礼拜训练，通过评价，加做维安编组。毋但骹手有啊，武器装备嘛有升级。特勤中心嘛采购枪击声音侦测系统，内建 GPS 定位功能，甲温度监测器，若出现枪声，会当真紧掌握枪声的来源。甲画面，若标定敌方，对反狙击手小组反制目标有帮助。挂控草一面耳达，枪锋骨下，宪兵指挥部将步客嘛投入选战维安的任务。赶去现场执行防暴侦检，会当骗出C4、TNT、乌色火药，确保选举造势场合的安全。高安局长蔡明干强调讲，这个任务敢会当成功，袂当失败，展现安慰零意外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在国民党甲民众党的合作超袂好势，也未定案。国民党的前立委蔡正元就呛声要退党，讲歌后配才有可能会当选。另外，民众党无分区的立委拍算要提名迟春英，不过伊的身份是引起争议。迟春英表示，两岸的关系毋是国家对国家，若准台湾宣布独立，伊就会放弃中国的国籍。台湾伫要进入超高龄社会，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进行推杀壮世代文化运动，话讲要甲银发海啸转做长寿经济，再去嘛去桃园参访关怀据点，甲长辈伫开讲。其实65岁以上的人哦，有需要人照顾才15%，其他85%是还拢做健康的啦。长照2.0，咱的目标是哦，如果那85%你知道，不但会使去照顾别人，还佫伊家己哦。大选的脚步瓦紧，参选人拢提出政见。
国民党侯友宜再去发布治安政策，宣示要设立缉毒署，佮透过阻止校园毒品的源头，打击帮派破毒运动链。毒品的犯罪爱判重刑，这5大方向，全面要来打击毒品犯罪。啊，毋过离大选剩较无70天，在野整合也无共识，嘛引起基层的不安。国民党前立委蔡正元佮呛讲要退党，强调敢若瓜校配才有可能拍赢选举。个人评论我不予置评啊。蔡委员是老大哥啦，那他有他的特殊的想法，我也不讶异。我们就让结果来让大家看。我觉得现在逞一时之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若是民众党无分区立委想要提名的徐春英，特别伫广播节目中指出，两岸敢有国甲国的关系哩？国讲若做台湾宣布独立，就会去放弃中国的国籍。像内政部长林佑昌，户籍跟国籍是两码事。人民关心的，其实还是在享受我们自由民主的一个社会制度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忠于这个国家，完美的去实行人民所托付的这个权利啊。针对徐春英伫批评两岸毋是国甲国的关系，林佑昌嘛反映，若做毋是，安尼伊即马徛的所在是啥物所在？这是中华民国。记者综合报道。选举要到啊，民众咧看新闻嘛，爱注意这资讯敢是正确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和国内外 NGO 团体举办台湾大选新闻伦理事件的宣誓仪式，希望媒体都爱注意新闻的伦理。确保新闻报出来，民众会当相信。未来在手中。四大总统参选人合唱的影片，其实是利用 AI 技术制作的影片。在 AI 发展、消息传播拢真紧的时代，目睭看到的无一定是真的。大选剩65天，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民众、新闻工作者拢爱更加要意消息的正确性。Taiwan suffers from one of the lowest rates of trust in the media in all democracies, only 28%. Its media community is very lively, but it's very often criticized for disregarding sometimes journalism ethics due to different factor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sensationalism, and also sometimes conflict of interest that touch the media companies. 无国界记者组织参台湾侪 NGO 团体发起台湾选举新闻伦理事件的倡议，邀请媒体加入，希望媒体要坚持遵守新闻伦理，包括公平、准确、专业低调、尊重隐私、公开透明这5个原则。民主基石的重要基石之一其实是新闻自由，但是新闻自由的隐患其实是假讯息、错假讯息、假新闻或者是资讯操弄。台湾的政治地位非常的特殊，所以我们其实也蛮容易受到错假讯息或是假新闻的影响。这摆倡议计共有6个媒体参与，包括公共集团的公司、华视、中央社、中央广播电台，还有民间的악草、破土。望伫消息传播快速的时代，媒体要继续守护新闻伦理，通互民众信任。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有传销公司诈骗，讲开发出一种会当食的说文，骗人投资上千万。亲像这款传销诈骗案件，今年就有143件。有立委统计，去年传销业赚超过1000亿。不过有达保护基金的业者，敢若0.11%。立委是呼吁公平会，就要详细调查，避免民众互违法的公司骗去。传销公司行销的手路是800款。昨日有一个负责人控诉传销公司诈骗，伊讲上千万入去投资说文，煞规个拢乌有去。外界关心讲，公平会敢有积极调查，类似传销诈骗的案件，国内有偌济？一共是8件嘛？是。那被检举的有几件？143件里面，这个今年度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把它分民众检举的，还有本会主动立案的。民进党立委陈建辉指出，估是去年多zan处传销营业额超过1054亿，营业额前5名的营养食品占上济，有加701亿。过来是美容保养品、清洁用品、净水器、滤水器、衫甲装饰品。国民党立委李玉玲调查出传播会，敢若完成189件传销事业的辅导，连一半都无。
有来保护基金的传销商，干了2373个人，占0.11%。报备制跟这个许可制，就是要我们公平会要有个态度，政府要拿出管理的机制。传销事业的这个行为呢，还有他根据法律应该践行的事项，我们确实如委员所说的，要积极去查核。至于他是不是有诈欺或者是吸金，这个银行法或者是刑法诈欺，你们相关业务一起共同讨论。公平会强调讲，只要是做多赞助传销的，拢应该向公平会报备，才袂违法。呼吁民众，若是发现可疑传销的手路，嘛会当甲公平会报备，避免去互骗大耳的人愈来愈多。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打击诈骗，数位部推出政府专用的简讯号码111，方便民众去分工倒一条信息是诈骗。另外，咱伫网络买物件送货警官拢会敲电话通知，即马嘛要改做敲代买，避免民众的个人资料去互人利用。多在诈骗集团用简讯诈骗，数位发展部推出政府专用的111代买简讯发送平台。若是政府发送简讯，拢无法度显示111代买，增加民众辨识度。另外，推动电商业者导入物流运买技术，物流业者要敲互客户的时阵是敲代买，未有客户的电话才会自信，减少购资挂失的记录。物流是只会收到一个代码，那他只要拨打这个代码。那就可以联络到消费者，消费者要回拨也是透过这个代码回拨给物流师。那这一组代码它在一定的期限之后就会失效，所以它基本上跟各自就失去了连结。电信诈骗不只是简讯，无形诈骗电话也互人无法度防堵。诈骗集团常常假冒加886开头该电话号码，互民众误会是国内来电话，降低戒心。NCC 甲电信业者合作，市话接听所有国际电话甲手机接听加8869开头的国际来电，拢会成像无形警示，强化民众辨识来电的源头。在8月、9月、10月，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真正的我们886开头的从国际进来的货物呢，实际上只占了这个7% 以下。原来这些这个都是伪冒的电话，剩下这才是真实的一个那个886的来话。NCC 表示，5月初开始实施市会加886连到8拿查手机国际诈骗来电反拄单增加。啊，毋过7月加入加8869加9月手机加入拿查警示机制，国际电话数量有明显降低，为5月1642万通的官方下降到10月份的84万通，显示国际来电话拿查加警示机制已经发挥成效，协助民众远离诈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有一个27岁姓苏的查甫人，进前伫台南读册。去年3月行伫路里，看到电话卡咧施工未得过，伊就行去到车道，想要到去互车弄着。法院有判这个驾驶5个月徒刑。不过，这个姓苏的查甫人面骨折，目睭嘛受伤，目前正咧拍民事的官司，要讨赔200万。顶年3月，伫台南读册苏先生，行伫咧永康的中正北路，煞互一台轿车撞落去。这阵意外造成苏先生面部骨折、喙齿断去，目睭也受到影响，无度赛车。落尾搁再开2届手术，长时间复健人生受到真大影响。本地被做设计师的美梦也拢破碎，伊认为伊会行去车路发生意外，主要是电话卡伫咧施工，无路互过路人行。所以他就直接围一个就是铁皮出来。所以我势必要走出铁皮，然后靠着铁皮边走。哇，现在就这样，我现在都可以这样走过去，没有行人路，不是不尊重，因为我们警察也不抓，他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对啊，家己爱行爱注意啦，车来以后不洗目睭。台南地方法院判赛车弄着人姓全的查甫人关5个月，目前民事官司还佫伫咧进行，要讨赔上200万。不过，这位驾驶讲，伊有买厝贷款的经济压力，敢若愿意摕10万块出来和解。受伤的不是只有我，还包括我的家人。我现在希望的是，我可以以大众，就是网络的力量或舆论的力量来。让判决可以得到我应该有的判决。民事的官司可能要拍真久，苏先生也呼吁大家赛车、骑车，拢要重视过路人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以优先环境做目标的金融商品，或者是贷款、保险、投资，拢算是绿色金融。
这绿色金融是国际趋势，咱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表示，台湾早就定目标啊，今年的外汇存底要增加5%的绿色债券，到今年为止已经有23%，所以这永续发展的目标，咱拢有做甲到。国际金融情势不稳定，为确保安全性、流动性，中银行超前布局，要将绿色债券纳入外汇存底。总裁杨金龙早起伫立法院表示，央行重视绿色债券支持永续发展，已经定出每年外汇存底当中绿色债券每年5%成长率的目标。是不是超前布局要将这个绿色债券来纳入？这个外汇存底每年增加5%哈，它的成长率了哦，所以我们第一年已经是达到了增加率是20%，第二年2022年呢已经将近14%，2023年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增加到将近是23%了。所谓绿色债券指的是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全部用在绿色投资计划，因为气候变迁恐吓对金融稳定、物价稳定甲经济成长带来风险，进一步付出绿色通膨的代价，所以才会将绿色债券纳入外汇存底管理运用。中央银行过去也公开透露，台湾外汇存底有超过70%投资美债，不过美国公债殖利率伫顶个月19要达到5%的高点，创下自2007年以来新高，引起外界烦恼，是不是致使央行所持有的美债部位出现大额无实现损失？它有70%投资美债，是，结果美债你们过去差不多1%嘛，对不对？对。现在5%嘞，这个5%，它10年期的5%哦，是一刹那而已的，不是很长期。一刹那赶快抓住啊！5%不对，以前1%呢嘞，以前1%而已耶。最近你看看它触到5点多，这马上就下来，现在都差不多4.5而已。杨金龙强调，外汇存底配置的动态调整，因为美金是主要货币流动性悬，而且较广泛，所以美金依然是大部位。若配置有改变，也拢只是进行局部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保护环境，减少塑胶，环境部拍算要扣回收处理费。不过，若准业者使用绿色设计，减少标头使用再生原料，这回收处理费上济都会当拍7折。这款洗衫精使用是100%回收再生料，挂嘴拢是同一材质，标签无粘伫顶头，是挂牌会当轻松移除。这就是环境部鼓励绿色设计，复合纯料、原色减标签，佮有使用再生料，了回收处理无麻烦。专家指出，真侪塑胶容器因为材质无单纯，加上标签黏死，回收有困难。很多这个东西最后就不会被回收了。那也很可惜，它本来是可以回收的，贴一个标签把它贴死之后，造成它后面回收困难。为着要鼓励业者伫源头进行绿色设计，使用再生料，环境部推出优惠，针对制造商要交回收程度处理费率上悬是拍7折，上紧明年上半年来提出。如果它有这样的一个鼓励性的费率的话，那我相信更多业者会主动的来参与。环境部有估，若讲有70%的容器业者投入绿色设计，总优惠的金额会当达到3亿，嘛来减少1/4塑料的使用。我们可以减少这个我们塑胶的原生料，那同时也可以达到一个减碳的目的。真侪民众回收的塑胶容器，其实无真正正义再利用的体系，因为材质伤过复杂，了人工去拣出来，造成干脆互堆起来，无法度处理，制造新的环境问题。有回收业者早就呼吁应该量早来统一材质。这个环境部上推出塑胶容器优惠费率，设法来改善回收煞无法度再利用的困境。记者林俊明、陈昌辉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在以色列甲哈马斯又继咧相战。以色列是轰炸加沙北部加马利亚南边境一间病院附近的厝，佮造成上无19个人死亡。那真正是安尼生，这就是以哈冲突以来，这个南边境一礼拜内第3届轰炸。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表示，切比山西加沙走廊中部纽泽拉特南边亚附近的厝遭到空袭，造成死伤。在南部汉尤尼斯有8人死亡。قاعدين بامان الله فجأة ما في الا صاروخ F-16 نزل على دار فجرها مربع كامل 3 دور جنب بعض。
以色列军方特别声明，已经摧毁130个地道匣子，用爆炸装置摧毁哈马斯伫加沙几啊百公里的地道网络，杀死哈马斯上主要武器制造者齐纳甲几啊个战斗人员。 根据哈马斯甲伊斯兰圣战组织消息真侪讲法，以色列战车互利用地道伏击的哈马斯战士猛烈抵抗，以色列讲有数十名士兵死亡。另外，也有消息传出，以卡达为基地哈马斯几个政治领导人，咧透过卡达走上的谈判，想要用10到15个进程，换出加沙1到2天的人道主义停火。联合国官员甲7国集团 G7 也继续呼吁人道主义优先，来减轻加沙百姓苦难。公视新闻。 恩文玲报道。1972年，美国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中国就送大鸟禽做外交的礼物。美国的国家动物园当年是开50万的美金，甲中国租这3只大鸟禽。不过，这阵合约到期啊，鸟禽要送回去中国。外界认为，这代表美中的关系是愈来愈歹啊。 华府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的镇园之宝大鸟型美香甜甜小记者这家伙啊，特别结束美国的生活，登去中国的消息。伫确定了后，动物园的鸟型区，逐天拢客满来看伊最后一幕的游客，甚至还佫袂少人是为其他州开车赶来，亲像是800公里远的北部密西根州。Don't want to miss it at all. We've been here like 3 times. This is our 3rd time in the last month, and enjoying every minute of it. 100 times. 100 times, yeah. There you go. You did what? 100? We went to the zoo 100 times. 现年25岁的美香甲26岁的甜甜是2000年到美国的，饲4只小鸟型，陆续拢有送回去中国。留伫身边的小记者是3岁。华府的国家动物园投入几落100万美金伫个鸟型的照顾甲研究，特别是生团的项目。园方原来有架设24点钟的鸟型摄影机，监控因的行为甲健康。当年支付50万美金的租金，予合作的中国保育团体。It is a moment with some heartbreak in it, but it is also a moment of joy because we are celebrating the success of the world's longest running conservation program for a single species. And the more than 50 years that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se animals, giant pandas have been moved off the endangered species list. 1972年，美国尼克森总统访华了后，中共以大鸟型做两国外交关系友好的礼物。即马无要继续签，也互人解读是美中地缘政治关系无好。圣地亚哥动物园的鸟型2019年回国，孟菲斯动物园今年4月离境。华府的3只鸟型走了后，美国就敢若剩伫亚特兰大动物园会当看到这种古锥的动物，因的租约也伫明年到期。公视新闻汪慧文编译。进前新冠肺炎期间，美国是用薪水甲护理人员留互调。即马疫情稳定啊，真侪护理人员因为压力伤大，拢提早退休或者是换头路。不过美国即马有一种 App 会当互护理人员来登记做临时的做散工，暂时解决欠人的问题。不过有专家认为，这种临时工的形态会害照顾病人的品质，卖变歹。甲 App 开开，就会当看到详细工作地点、时间甲薪水的算法，互护理师接 case 做散工，补偿美国目前护理人力欠缺的问题。根据美国国家护理委员会统计，因为新冠疫情，差不多有10万的护理师离开病院。到2027年，也会有超过61万的护理人员因为压力伤大、伤忝，或者是选择退休离开这个工作。What we're experiencing currently as a workforce staffing crisis in healthcare, where we are losing a lot of professionals working in the field. I have worked as little as 1 day a week, or sometimes depending on what's going on in my life. 工作时间更较有春秋，薪水要至少加3成，或者侪护理师倾向这款的工作方式。美国纽特西州的一间急诊甲长期护理病院，就透过这款的平台，互护理师接工作。这间病院的执行长讲，这款的工作模式补偿80%护理人力的问题。Since our inception in 2015, we have actually filled almost 500,000 shifts. We saw the biggest jump in shift fulfillment in 2021, and that has leveled off a little bit, but we still continue to fill, over 100,000 shifts a year. 愈来愈侪护理师采用做散工的方式来做工作。
美国护士联合会警告，这款的工作方式可能会影响照顾病人的品质。比如讲，若常常要入来大量的患者，现场无够业的护理师来面对紧急的状况，对迄当阵的工作环境无够熟手，地属临时的护理师无法度随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这些拢是可能要思考的问题。公视新闻新闻部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前台南议长郭信良涉嫌利用台南电视自办定位案，甲土地开发商乌西上清班。因为这开发商和高雄大树的定位案是同一个，这两案的自救会成员都同齐办记者会抗议，讲因向强迫参加定位案。重划不是图利生财工具，重划不是。要求政府行互人民土地正义，包括台南甲高雄的反自办中的自救会成员，在立委甲学者的协助之下举行记者会，批评前台南议长郭信良涉嫌以台南电视的自办中为案，甲土地开发商讨上千万，拢去予检方起诉。因为这个开发商还阁牵连高雄大树卡的两件中卫案，无愿意参加中卫案自救会成员，今仔日上北举行记者会，抗议引起防强迫爱参加中卫。自主推动了这样的一个美名呢，完全的推翻了。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呢，坦白讲，我们不愿意参加的地主呢，连说不的机会都没有。这就给我们不愿意从化者一条活路，拜托，谢谢。自救会希望讲，检调爱深入调查这个案件，嘛强调讲，既然是主办的，无愿意参加的人，就应该卖包括在内，嘛希望改进估价听数，达到中位了后评定的地价，甲市价一致的机制。你们的土地全部都要拿出来，这个自办式一同化变成是一个侵害人民在宪法上所保障的基本的权益。相关的规定是有一些机制啦，但是可能在这个机制上面还需要再做一些的一个修正，是不是让它更强化哦？针对这点，内政部回应讲，虽然是自办中会，不过相关的法令确实要有检讨进步的空间。因立委要求讲，在月底进前要提出改善的方案，若无会陪同自救会成员向监察院寄发相关政府的官员。记者综合报道。在入冬季啊，不过天狗节的疫情算是继续在拖。高雄到大已经超过1500例，凤山因为家庭烧过，有300多号是除药啊消毒。若即马阁发现三明区有一间电信公司的暗坑，因为顶头的挂无盖好吧，下看泉积水，洗200只水厝。卫生局已经开大告发。防疫人员用滴高网互伤寒内面的水厝，详细算超过200只。因为伤寒管顶的空棚无密合，落雨了后，下骹积水滋生白汤蚊啊。可能孔盖没有办法密合，或者是在我们生活周遭有看到有一些破损的一些东西呢，那我们在社区巡检的过程也会进行列管，然后通知台电或者是中华电信这些的主管机关能够进场来进行维护。人孔盖空棚有可能积水了后滋生白汤蚊啊，有一寡民众讲无想到，但后续会纳入去社区清洁防治的范围。我唔知影，这款我唔知呢。但是阮家拢有咧消毒呢，阮家己有用那个漂白水在消毒。只要有积水的地方都会有结决啊。这个人孔盖这个我倒是，之前好像没什么注意到哎。前镇区这条电视街171项，当地居民就固定每一礼拜用漂白水洗一届水沟，避免天狗热。因为疫情的威胁还佫存在，高雄伫8号新增49例本土病例，累计已经破1500例，甚至凤山区出现家庭群聚，大范围进行当地335号喷药防治，一度引起着惊吓。不过卫生局表示，这是紧急防治，不是常态，也是需要民众持续来维护的环境，唔通积水才有效。记者王刘婷、陈坤个报道。万东州特别收成啊，台东规片黄闪闪的光景，嘛是济游客去翕相坐脚踏车游览。不过今年就发生50件民众骑电动脚踏车累残的意外。不过这电动脚踏车目前还无法通管，发生意外恐惊保险嘛袂赔。监视器画面倒面顶悬一台载人的电动子弹车快速通过，就要进入地上老残区，不过下一秒就失落残骸。初步统计，今年到即马地上乡的电动子弹车发生意外，也是搬倒去，差不多有50多件。业者讲，这种电动子弹车敢若会当做游园车，伫地上农电区行驶。
要走人进前，会甲游客解说注意事项，不过会发生涉雷残裂意外，大部分是游客使用无适当。部分都是人为因素，然后不会操作，还有路上行进间突然换人，或者是让一些未满18岁的小朋友骑乘。因为电动自单车也无法度纳入交通工具管理，发生意外嘛袂使理赔，业者只好家己了。希望有专法会当管理。台南县政府去年捌提出台南县慢车管理治理条例，送议会审查，不过也未通过。而且甲修法了后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慢车的定义无同，县政府爱搁修法才会当上审。目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慢车指的是以人力为主，电力为辅。那目前池上的这些4轮电动车，大部分都是以电力为主。不过业者是讲，类似的电动车伫全国各地拢有，希望中央甲地方的法规会当赶紧通过，互因前侪年提供予游客游乐使用的交通工具会当合法上路，保障游客嘛保障业者。记者综合报道。苏花公路的新澳磅空，顶个月有17台车弄撞毁，造成1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这毋是头一届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地方是建议磅空内底爱采翕相机掠超速。不过警方表示，因为新澳磅空无够长，要采翕相机有较困难，会请厂商来评估。抓着车无停落，17台车弄做伙，致死1死11伤。苏花公路新澳隧道顶个月发生这件严重的死亡车祸，车祸原因也搁伫调查，不过嘛引起当地的要求检讨这个磅空路段行车安全。希望利用区间测速的方式，让一些车辆，包括大客车的部分，能减速。可以增加标示，还有加强那个灯光的，太暗一点。灯光的部分。新澳隧道伫苏花公路还未改善的路段，路虽然真直，不过前后拢有大弯路。地方建议警方应该伫磅空内底加装区间测速，搁改善磅空内底顶较暗的问题。路面会当增加跳动路面，通减少车祸的事故。因为路还未规段完成，新澳隧道是宜兰往回花莲主要的道路，平常时也袂少山石车甲大货车伫行，搁较侪弯路。这个路段发生重大死亡交通事故，已经不是头一届。区间测速的部分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它定有一个检定检查的技术规范。那我们会请厂商评估。新澳隧道长度1.1公里，警方是讲区间测速至少爱让800公尺。不过新澳这两边磅空口受到光线的影响，必须爱向内求200公尺，出来会当设的长度剩700公尺，所以要设有困难，会继续请厂商评估是不是会使设。若是增加光源、增加跳动路面这个部分，已经会同相关单位研究改善。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德鲁古国际马拉松比赛拄煞过，煞有袂少选手批评这上万人的活动办无妥当。马拉松的选手走甲忝啊，去补给站煞无提供水，真侪人是去接山水啉止喙焦。阁有人发现讲，这主办单位甲选手的奖牌分顶打起，互选手批评真失望。这是测试伫花莲举行的泰鲁阁国际马拉松比赛，15000个跑者伫大会完成了后，享受伫国家公园内走的滋味。不过一寡跑者走到补给站的时阵，发现无水通啉，这个高学一报名费奈连水都无。发生什么事情了？没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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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水，超级烂的，超级烂的。就是几乎现场，那时候我到时候现场的人完全都没有水喝。然后我们就问说还有没有水，然后都说没有。部分跑者因为伤水重，刚才当接路边的山泉水啉，不过传出有人转出了后落下。另外补给站的苏湾喷这嘛无够，还有21公里的发12公里的奖牌问题。面对批评，主办单位讲是评估天气错误。补给水不过是我们评估错误啦。其实仔细的原因哈，当跑者把那个水龙头打开的时候，我们是用大江水嘛。他们打开的时候就沉水，但是后面就没有关，造成水的折损率快管。随上泰鲁阁国际马拉松赛本来是中华民国路跑协会承办，不过花莲县政府伫2014年收回主权了后，改由花莲县体育会承办。补给的问题一直互人批评，外界嘛质疑县政府承办能力。我们在这边严正的请花莲县政府要来思考跟评估如果没有能力来办理这么大型的国际赛事，就应该把这个主权还给专责的专业的团体来办理。花莲县体育会讲袂闪避
指责，已经召开检讨会，针对补给不足这个错误提出改进，并且甲各补给站无回报状况的组员态度，发唔到奖牌的下补寄予选手，并且向报名的跑者回失礼。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婚林的土豆要收成啊，不过前一阵啊，土豆当咧大时煞做风台，本地一分地会当收800-900斤，即马煞干啊剩300斤，减收超过5成。就算今年土豆有较好价，不过农民的收入煞无增加。农民到田里准备收成，煞无啥土豆通收。农民表示，前一阵啊土豆当咧大时煞拄断风台，大部分拢生也袂好。原本一分地会当收成800-900斤，即马煞干啊剩300斤，减收超过5成以上。今年来叫风拍落，成拢无，这拢袂成功啊！得土豆啦无啦吼，即马扣起来拢200-300斤尔。啊，过去咧？啊，过去拢800-900斤咧。啊，都收无效啊！嘿啊，计销都收无啊。关中乡的土豆农表示，英国因产第2期土豆的价值每台斤大约30块左右。今年因为整体土豆失收，地数即马每台斤起到43块。就算有较好价，煞因为产量减真少，农民的收入也是无增加。正常是会这样一粒一粒就分开啊，就是那渣啊，再慢慢挑啊，没办法啊，4成至5成的，看个人的啊，有更严重，有是加5-6成的有啊。婚林的土豆农表示，种土豆需要请工来收，等收成了后，搁爱倒晒日头或者是烘打保存。不过今年的土豆收成歹，品质差真济，爱开的人力时间嘛变济，敢若会当希望卖了本，卖偌济算偌济。记者王伟雄，婚林报道。来看高雄车头经过5代变迁，老车站过去搁刷动过2届，即马高雄历史博物馆收集一寡文物，规划100年的展览。要小解这个老车头，连日本铁道博物馆的馆长嘛特别来参观。火车伫铁轨路豆豆驶，边仔阁有台湾的风景，这是缩小版台湾铁道生活，嘛是这摆展览上大特色。高雄车站经历过5代变迁，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就以这老车站为主题，结合周边建设历史发展，推出高雄车站100年地展。展出真珍贵文物，包括地关式车站的厝遐，甲中山地下道的挂牌，回顾高雄为日本时代较大的铁道故事。说，开小火车需要来体验一下，然后，能够跟小火车，然后有接地气的感觉，然后能够更亲近这边的文化，然后看一下这边的展览，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做特色的一个屋瓦，甲伊的建筑结构的一寡物件吼，我嘛有伫咧即届的展示内底来展出。高雄车站是伫1941年落成，日本人用当时流行的地关建筑起高雄车站，后来因为要配合铁路地下化，高雄车站刷动2摆，创下全台上大文物刷动复位纪录。即马高雄车站嘛，正做纵贯线顶唯一地关式建筑的车站。过去安怎对咱江边一路，因为高雄市咧发展，所以咱甲即个新的火车头起伫咧咱即个高雄市城市的中轴线面顶，而且即栋建筑物嘛是咱纵贯线铁路唯一的一栋地冠式建筑。日前，日本铁道博物馆的馆长特别来高雄参观展览，看到铁道馆模型展呈现台湾景点甲产业发展历史，伊嘛表示真感动。除了蛤蟆新铁道馆的100年地展，高雄历史博物馆嘛有大高雄铁道的展览，让会当更加了解高雄车站的风化历史。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今仔日是天气小热，不过明仔载就要变天啊。拜5下晡开始，北部、东部会先开始反冷。若这天气较凉冷的时，有真侪人拢会去食羊肉炉、姜母鸭、麻油鸡来补气血。不过中医师就提醒啊，这拢是算较sau药补，无适合常常食。若是有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的民众，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吩咐，唔通黑白乱补。拜3入冬拄过，拜5下晡东北季风真强，加上锋面通过，北部、东部会先开始反冷。这民众会伫天气较凉的时阵，填补食药补的料理，像讲羊肉炉、姜母鸭、麻油鸡等等。不过中医师提醒讲，这拢较sau，就要看身体状况才食较好。
我就建议就吃点四神汤啦，四神汤其实它是一个平补的，有时候晚睡，有时候比较忙，那很容易上火。那你吃姜母鸭、羊肉卤，可能是在冬天的时候有几天会比较凉的时候，比较寒，它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一般的体质，就是你可以加入刚刚理事长讲的，加一些水果，加上一些蔬菜多一点，让它变成趋向于比较不会那么热。另外，针对食菜的民众，中医师表示，若是体质较冷底，会当伫煮菜时掺一寡姜、豆蔻、八角等等来补气血。也若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也是癌症等等疾病的患者，中医师呼吁讲，一定爱照医生的吩咐食补。为着要互民众更较了解中医，中医师工会要办一个嘉年华开放，让大家参加。小孩子转骨啊、成长啊，或是妇女相关的疾病啊，购物。还有包括这里面会告诉你说，哪些植物，我们中药植物是怎么采用？我们目前大概有14站了，他大概小朋友一个去绕一圈大概1个半小时，所以我们有一些志工，还有一些医师现场解说。全国中医普丹嘉年华一年办一届，今年打算11月12日伫台中举办，现场有13种主题的单位，有200多位中医师会当为民众讲解。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郑理和甲郑铁民因爸仔囝拢是对台湾文学有贡献的人。这2个文学家的背后是靠2个坚强的牵手来甲因照顾。郑家第3代郑顺文都用画图的方式来记录因阿嬷佮因妈妈坚强一生。今日去展区，作品当中有头长白苍苍的时代，嘛有充满笑容的查某人。这是台湾乡土文学之父郑理和甲因囝郑铁民的牵手。这毕竟画上拢是郑家第3代艺术家郑顺文所画，因用客语一点来当做展览的主题。因为伫客语内底有女性因的意思，伊要记录阿嬷甲妈妈一生对家庭的奉献。以一等作为取名，是因为一等在客家话里面其实有着他们的意思，念起来就叫做一等。那这个一等其实包含了男性的他跟女性的他。那在这次展览里面，其实我是以女性的这个他作为一个发想。手是人的第2个面，因为当知影这个人的人生，这是郑顺文想要为阿嬷甲妈妈手的原因。郑顺文是郑理和的查某孙，过去因为郑理和甲郑铁民的身体无好，拢是靠阿嬷甲妈妈照顾一口罩，因的手代表劳动做介婚嫁，点互传统男主歌女主来印象，这嘛是郑顺文想要记录因2人生命坚强的时刻。爷爷钟理和的文章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平妹她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在做着劳动的这样子一个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一般我们讲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这样的状况，他们是刚好完全相反的。这画展会展出到明年1月。郑顺文虽然无继承阿公甲阿爸文学的路，不过以幼小画法，用画笔记录阿嬷甲妈妈坚强的生命力，嘛是向2位老大人致敬。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歌戏毋若唱念甲骹步手刀，这服装甲头插嘛真正人北。为着要互民众了解歌戏，中华生活美学馆特别举办剧场体验的活动，佮请专业的老师来教歌戏的美感。国宝级歌戏大师廖庆基的传习艺生江定营参王大玲演出老师上经典的站头《单山五娘》，这是中华生活美学馆举办的剧场体验课程，邀请小生小段来教民众歌戏、伴戏的撇步。伫咧表演上，嘛是足细腻的，会当互观众真紧就看出即个表情的变化，为头前生气，到后壁欢喜，听到五娘足欢喜的安尼，2个人。叫拍摄啊，雅春啊拍摄，就是讲很多情绪的表达都在这一出做了就完整的表演安尼。除了看老师喜欢的动作表情，学员认为歌戏的台词甲咱生活中讲的台语嘛有真大差别，演员的台词对话、家字发音都爱特别注意。真正甲咱平常时讲的台语有足大的迄个差别。我是想讲咱要学台语爱为各种。无共款的面向来学啦，为生活啦，为文学啊，为艺术安尼。因歌戏看起来足好看，我即个妈妈帮我报名来，因为我想要看歌戏安怎演的。
即摆的课程安排歌戏演员亲自传授功夫，阁有长期记录推广传统戏曲的蔡欣欣教授小解台湾歌戏演变。主办单位表示，开放报名一下手人数就满，民众的反应拢真好，嘛希望透过课程，和民众学戏学台语。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文市万玲朋友。天气报你知，下半部温度变化，做回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中部地区25度到31度，南部地区27度到34度，东部地区25度到30度。外岛地区24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